今头等下，咱国内上新的消息来关心苗栗头郡中华路一栋3层楼的面体厝，今仔日半暝2点传出火烧，消防队赶到现场，2楼、3楼拢已经开始咧烧，已经是火海。消防队赶紧抢救，救出5个人，也毋过拢乌卡送病院，拢不幸过往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外籍移工在逃亡的时，在逃生的时是脚去崴着。到达现场，我们看到1、2、3楼已经全面燃烧，我们立即布水线入室搜救，出凉水线，总共救出5个人送医啊。5个人目前送医状况疑似欧卡。出来有几个人？有3个哦，救出来3个人嘛。你1个嘛，还有2个嘛。还有1个谁？只有你1个人掉下来。你从那窗户出来有几个人？这栋厝火烧，只有一个移工走出来活落来。苗栗头郡中华路这栋厝半暝2点火烧厝，经消到现场，铁门锁起来，开的时内底已经是烧甲乌麻麻。根据了解，这1楼是越南的小食店，头家一口早死的人是住伫2楼，啊，不过拢不幸过往。3楼阁有住另外一个移工嘛死亡。这场火灾计共造成5个人过往，另外一个移工是跳去隔壁，脚去崴着，敢若伊活落来。啊，那即马导火原因也搁爱调查。